讲道题目，咱是耶稣写予世界的一张批，请曾牧师。咱的厝边安怎咧看德堂教会？年日，咱的厝边对德堂行过，因安怎咧讲即阵信耶稣的基督徒？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，安怎咧讲你的做人？咱的生命若是一张批。人读了后，因的结论会感觉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还是歹人？当人若读到咱的人生中间，因看到什么？英语有一个字叫做读，读批的读 ，read。You can read my heart， 就是讲你会当读到我内心上深的所在。我无对你讲话，但是你看到我了后，你会感受到，你会明白，某一种伫我生命中间想要对人讲的，迄种的想法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做伙组织，咱求上帝将伊的话写伫咱的生命中。每一礼拜六，咱的教会拢有查经班。我的责任，甲我的心意，我希望通过这个讲道，会当将上帝的话写伫来参加查经班的查经的兄弟姊妹，恁的心思意念的内底。因为咱细汉的时阵，讲话性情亲像囡仔，意见嘛亲像囡仔，但是当咱长大成人了后，上帝要将这种新的画面，有亮光、有智慧、有尊贵，放伫咱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如果咱的心、咱的思想，若是一张批纸，你敢会当想看卖？你要用阮什么人伫你的心思意念顶悬来影响你？就是伫你的心思意念内底来小迄种的道理。世间的道理、世间的价值、世间的看法，来写伫你的生命这种批纸，或者咱愿意独独只有上帝的圣神会通伫咱的心思意念对咱讲话。昨下有一句话伫查经了后，小小对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：牧师，我伫工作的中间有拄着某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，阮咧讨论，阮咧讲话，阮对代志的看法。我感觉咱的教会甲伊的主张看法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项真慎重的代志。你愿意你生命内底这张批纸，互什么人来写？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愿天父上帝常常对恁讲话，牧师的责任真重，担头嘛真重，因为牧师无权利将家己的想法来写伫恁的意见的内底。但是牧师有另外一个使命，就是互上帝的话对恁讲话。兄弟姊妹，你要做大人，还是要做囡仔？愿咱伫上帝的话顶悬长大成人，诚做有主张的人，诚做有看法的人，总是对天所想事的看法。因为道理人人拢会晓讲。但是咱讲的道理，无一定是圣经的道理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带咱长大成人，这是一个真慎重的态度。兄弟姊妹，
我敢会当请你回想你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。咱有偌济时阵，真慎重、真认真，咧追求家己生命的改变，或者咱真少去想讲，我需要改变。其实多数的人拢无感觉，伊需要真认真、真积极来追求家己生命的改变。我咧讲应该无过头，但是独独只有一个人，伊较无伊的生命会当哪来哪水，伊的生命会当哪来哪尊贵，伊的思想会当哪来哪有智慧。这种的人对上帝的话，才会当深深刻无，亲像落去无溪水。原台北的祈祷真做咱今仔祈祷讲。主啊，求你教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活心正直的心。我要甲咱大家回息的，因为今仔日的周报写哥林多前书3章1节到6节，其实咱爱读哥林多前书后书3章1节到6节。这个美丽的错误，甲咱讲一样代志，差一字。就差18000里啊！咱的人生中间若差一个小小的一字，这毋是今仔我讲到的内容。但是我本地要甲苏姊姐讲，苏姊姐毋对，歹势你莫阁读落去，你来读后。但是我感觉应该互伊读好了。啊，我嘛会通伫即种的错误的内底，甲咱做伙来思考。上帝话若一字毋对，就有可能天大地大会无共款。我要讲道之前，我要邀请咱来甲主祈祷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爱听你的话，亲像伫黑暗中看袂到光的百姓，阮较无伫阮人生中间混沌、愚戆、无智慧的事，阮会当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祝福。愿你伫今仔日对阮每一个人讲话，求你的圣神将你的罗卜所讲袂清楚、袂完全的话，你的圣神。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囡仔，以及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就亲像今仔日保罗所讲，主的圣神要将伊的话写伫人的心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对阮讲话，阮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要读这段圣经，我要用汉字本来读。伊讲保罗阮检视用阮家己来甲恁做推荐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是一个外人，是一个外来的讲员。所以保罗对这间教会虽然是外来讲员，但是有一个足深的感情。伊仰望哥林多教会健康，会当真正了解上帝的话。因为哥林多教会伫2000年前，这间教会拄到一个足大的问题。就这个教会世俗化，伫当时的希腊的思想的内底的攻击，哥林多这个教会拄着济言论思想的冲击。恁若重新去读，恁就会了解，这个讲员对外来的这个保罗，伊心内着急。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错误一种的主张，就是一种的成功神学。今仔日咱咧讲的，就是你若敬拜上帝，你会大成功、大富贵。等等，讲真多享乐主义，就是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保罗真紧张的中间就讲真多话，所以伫咧讲话中间，伊用这个譬如讲，我所讲的话，亲像圣神将伊的道理写伫我的生命，我是上帝带来到恁中间的一张批，这个批的内容毋是我家己写，是上帝的圣神要写互恁的。所以讲，我毋是推荐我家己，
我嘛毋是用人所写的批，是用上帝所写的批。但是，连恁每一个基督徒，恁的生命嘛是一张批，是圣神写伫咱的心，要互正人读的。我用这句话来表明今年咱的圣诞节。今仔日的礼拜，我的讲道的感情应该是快乐的，因为咱拄拄表演，咱拄拄演一出圣诞节的戏剧。我相信咱迄个欢喜甲快乐，到今摆犹阁心头甜甜欢喜。所以我讲，咱做伙演一出戏，我真正是愿望，上帝互咱的兄弟姊妹是全教会大大小小拢做伙，毋是演戏，是真正用生命来呐喊福音。就是咱的生命本身就是上帝话的讲话，所以人啊看到你的时，人就知影。这个人无共款，兄弟姊妹，有偌尼侪时阵，你的朋友感觉你足无共款，而且伊讲，这个基督徒真正甲这个世间、这个时代的人真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对咱每一个人讲话，因为咱是耶稣的批。第3节讲，咱明显是耶稣基督的批。所以拄则一开始也未祈祷之前，我邀请兄弟姊妹做你的决定，因为你的决定会影响你，嘛会影响你的亲人。我问你讲，你的心内，你的心思意念，若是一张批纸，你愿望什么人来写你的主张、你的意见？是你的爸爸妈妈吗？是你的老师吗？或者你所读的册，也是咱做伙伫今仔日咧敬拜这个看袂到的宇宙创造者上帝。愿咱拢对伊讲：主啊，你是永远的上帝，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你的圣神写伫我的内心。我的心是好土地，像你今仔日敬拜赞美最后一条歌。我的心无搁再是亲像石头。主求你用你的话带伫我的心内，互我会当成做一个有上帝你真道的你的囝子。愿天父上帝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将信望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，写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互咱明白一项：咱是因为上帝有能力。不是因为咱家己有能力。第5节的圣经讲，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情，我们能承担的是出于上帝。这个承担这个字就是能力，意思是上帝将能力放伫一个软弱的人，这个人的能力不是出于家己，所以咱的生活中间检查有风影，咱的生活中间检查有看路。咱的身躯检查有软弱，但是咱的亲人朋友通过咱的软弱，甲咱的态度，因讲这个人有瓦靠，这个人有帮衬，这个人有一种的能力，是对天的上帝所赏赐。因为我知影这个人，伊的今仔日的表现，唔是伊家己原本有的，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有一个人看到上帝伫你的身上所加添的能力、恩赐、智慧、品格，然后咱谦卑讲：主啊，这不是我做的，是上帝你点伫我的内底，我成做一个新的人，我成做一个新的执事、新的萝卜。长老甲执事本身，伊的态度、伊的职位，其实就是萝卜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做礼拜时，咱开始产生一个，就是将我用家己做中心的主张，以爱成做主角，迄种的观念改变过来。自得时不得时，独独只有上帝你是主角。
但是我嘛要食做你身边的配角。人看到我的是看到上帝你甲我同在。人就讲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因真正无共款。伊讲叫人对四个活的，毋是白纸黑字的圣经。伊讲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经义这个字，翻做中文甲原文有一点点仔距离，所以有另外一个括弧伫中文的圣经后壁，伊会讲另外有一个翻译叫做圣神。毋是这本白纸黑字的圣经会当救人，是因为这个白纸黑字的圣经的顶端有一个圣神，迄个圣神要将这本的圣经读互咱听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拍开咱的心，咱甲上帝讲：如果我这张心内的这个批纸，那已经用足侪摆啊，用橡皮擦嘛七几啊摆啊，但是今仔日求主耶稣用你的血，用你的血，甲我心内这心思意念，甲伊洗互完全，互我重新得到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也这恁较无这种的画面嘛？愿如到你一生最后的时刻。你感觉你一生最大的成就，是你的生命的改变，毋是你的事业的成功。愿咱明白，认真面对咱家己的生命的成长，拉目屎夜睛子的人，伊就要欢喜来看见伊的顶头生命中间迄种的尊贵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咱有2摆的礼拜，伫咱家己教会拜六的营暗，伫礼拜下晡伫喜乐堡医院。这2场的礼拜，我无甲伊讲演戏。这2场的礼拜，互真侪人感动。荣耀讲伊坐伫迄个所在靠3摆，张长老讲，德顿教会30年来毋捌遮有水准的。咱的长辈咧，甲咱鼓励，兄弟姊妹，愿荣光归于上帝。伫迄个中间有真侪人是幕后的英雄，伊无徛伫台顶，做真侪资源，做真侪背后的工作。但兄弟姊妹，这才是家庭啦。过去咱拢讲男主外、女主外、女主内，伫内底吼。拢较无破声，较有迄种检讨的声。今仔日煮了伤咸，今仔煮了无够芳，煮到要死，互你食，你阁嫌东嫌西，无以后逐顿拢食泡面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是一个咧成长的教会。今仔日我用这种的心来甲咱做伙读圣经，咱伫上帝面前献做活祭。主啊，阮所唱的诗歌，阮所演的故事，拢是一个礼拜，互天顶的天使、甲地上的人拢看见。我特别拣这张相片是伫喜乐堡医院。如果你若要会记得，你回想伫喜乐堡医院遐个同学，当咱结束了后，因开始欢喜，就伫头前有无？伫遐开始遐圣诞老公公就唱，伫遐足欢喜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像天使咧报佳音，伫至高的所在，荣光归伫天父上帝，愿平安归伫伊所听的人。我看到这2届的礼拜了后，我有一种的冲动，我咧想讲，我要来办一届国外巡回演唱跟表演。包一只飞机，叫咱全教会大大细细拢4只带进。咱看来韩国的是来北美吼，咱台湾人的教会，咱每年的圣诞节，甲这个个联合较精致，亲像百老汇吼，安尼歌曲甲唱好。但是这是讲笑，更较重要毋是表演啦。上帝已经接纳咱伫这2届礼拜，咱毋免包飞机去韩国。
有人甲我讲，牧师你带阮来天牧师因教会有无？顶礼拜了后伫后壁咧啉咖啡，有人甲我讲，牧师咱来天牧师因教会，我也讲去天牧师因教会上细间啦，因为咱即阵人入去因咧教会就满啊。但是较要紧，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每一日拢用传福音的心，拢用见证的心，因为咱的生命甲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写作者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所以愿天父上帝伫你我咱即间教会，互人知影讲，伫草地嘛有遮尔水的教会。伫即个草地有一个遮尔三听温暖的教会。伫即个草地有一阵敬畏上帝，独只有遵上帝的话，做阿们的教会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除了伫喜乐堡医院做分享以外，咱会当真正得时不得时，拢真侪人的祝福。我无看到，但是有人甲我讲，伊讲牧师，伫咱拢结束了后，我看到一个足感动我的一项代志。伊讲牧师，当咱喜乐堡医院结束了，咱咧翕团体照，我看到一个囡仔浩走去迄个坐伫迄个走道轮椅顶悬的一个大哥哥，浩走去甲伊揽呢。我一直咧想讲，是啥物人教这个囡仔有迄种遐尼自然而然的，伊对心内一种的互动。那你的囡仔，你甲教讲叫伊甲揽咧，你的囡仔无一定要甲揽的，对不对？你有同意吗？伊可能有真侪判断，哎呦，怪安怎？咱的囡仔无拄咱教会行，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，我心内足感动。兄弟姊妹，咱安尼的礼拜，已经天顶地下，天使。健康的人，无健康的人，所有的人，咱拢咧做礼拜。上帝祝福恁，我以身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，对心中感觉充满幸福甲欢喜。今仔日我的分享甲邀请是希望咱的教会搁较努力，就亲像今咱所头的客户们讲，我哪会当讲道，我哪会当讲预言。我会当唱天使的歌，但是我的心内若无听，这会拢算袂对什么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咱串联在一起，互咱真做伊手中的宝贝，河顶的水。虽然咱坦白讲，咱会当唱了更较好，但是咱的准备其实太仓促。但是不要紧。咱教会毋是百老汇，最重要，上帝看咱的礼拜时，伊是看咱的内心。咱侍奉的欢喜，伫侍奉的过程会喜乐。愿主祝福咱的教会，祝福恁的家庭，祝福恁的付出。我要甲每一个参与的兄弟姊妹讲，谢谢你们。很高兴咱的教会今年有遮尔水的礼拜。今仔日即句话。以赛亚第52章第7节，伊讲：迄个人，伊的脚热河顶的水。愿天父上帝祝福你人生所行过每一日，拢真善美。然后伫你一生中间留落幸福的回忆。伫你一生的中间，你会感觉讲：主啊，我的每一日拢无冤枉；主啊，我的每一日拢充满奇妙。我真爱一个信仰的长辈，叫做约翰保禄2世。伊互教会甲伊竞选成做天主教迄年的教皇的时，伊穿伊的教皇应该穿的代表迄领白衫。当伊的边仔的人帮衬伊穿迄领衫的时，伊讲出一句话，伊讲：生命是一连串的赞叹。
我真欣赏这种话。意思是讲，伊的一生拢是 full and interesting， 就是满足，佮充满了滋味。上帝祝福恁每一个人拢安尼，我嘛安尼。今仔阿门的人，上帝互咱所行过每一个脚迹，拢美丽。什么种的脚迹？传佳音，传平安，报好信息，传神的爱，求天父上帝感动。拜二，咱的教会就是今年的跨年祷告会。我要邀请兄弟尽量拨空来参加，不是冲人数。其实有真侪聚会是我感觉，我为着这间教会30年来的坚持。每一个拜三的祈祷会，每一个拜六的查经班，每一个主日的讲道，这3项代志是我做牧师中间。无论是一个人、3个人来参加，我拢感觉，伊是我生命中间真重要的工作。但是因为体贴恁，我真正甲恁讲，我无勉强恁拜三永暗来参加祷告会，因为咱有人住田中，有人住溪州，有人住西宁，咱多数的人拢是上班族。等恁下班了，要去赶8点的祈祷会。有当时也有困难，但是我要真诚恳邀请，如果会当，兄弟姊妹来参加祈祷会，来参加查经班。祈祷会要互你的心安息、安静伫圣经的内底，因为咱的祈祷会是太祖的方式的祷告会，伊最大的目的毋是甲上帝讲话，伊最大的目的就是人安静。家己伫安静的中间来听候圣神。咱的查经就是搁较深定根伫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成做生命真光。当然，礼拜日是咱最熟悉的礼拜。兄弟姊妹，一年若假使一摆的祈祷会，愿我邀请恁来参加。跨年祷告会，为着2019年伫上帝的面前做反省、做感谢，然后为着明年你新的旅程，甲上帝讨，主求你将迄个生命中间上界健康宝贝的希望的种子，放伫我的口袋里面。伫2020年、2020年，我每一日拢要压一粒噩梦的种子。伫到我年老的时，所压落这种子，伊就要结出噩梦的果子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，因为德堂教会应该成做祈祷的教会。阁有就是，你嘛会当伫这个跨年祷告会预备，因为牧师无法度看到隆重的小动作、小故事，你有看到你身边，亲像我拄则讲的，浩浩的故事，包括你家己的故事。伫今年，你感觉最有价值，你的经历是啥物？咱做伙伫跨年祷告会内底，有当时会当讲咱的见效代志，来感谢咱的上帝；有时会当讲起咱所看到。互咱的观念改变一个小故事，有时咱嘛会当讲起，伫咱欠过的中间，上帝怎样陪伴咱？愿天父上帝互咱伫跨年祷告会相见，亲像咱伫今年圣诞节传爱，有一个姊妹甲我讲，只要今年所做的工作会当互人看到上帝，我就足欢喜啊！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咧演戏，咱是咧见证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会当互人看见上帝。咱是耶稣的批，是圣神所写的。咱应该常常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我真罕捌读圣经，甚至我常常未了解圣经的话。但是上帝，愿你直接对我讲话，愿你直接
对我讲话，用你的圣神将圣经的话写伫我的心内，成做我的光，脚前的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。兄弟姊妹，是戏剧较重要，还是编戏剧的人较重要？是这张批纸较重要，还是写批的人较重要？是咱较重要，还是创造咱的上帝较重要？我想咱有答案。愿上帝将一个美丽的观念、品格、意志，放伫你的囡仔，放伫你的家庭，互咱成做一个上帝传达伊信息的一个剧本。这个剧本本身不重要，但是重要的是上帝的信息、上帝的信息通过咱传互咱身边的人。我要讲三项：第一，你要明白，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张批。无论你外口邀请人来教会，但是你的生活若乱糟糟，人会讲：若基督徒是安尼，我甘愿莫信耶稣。但是有时你毋免甲人讲你来教会，你毋免勉强伊一定爱洗礼，因为伊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会改变的时，伊自然而然的心无讲，我嘛要爱有。愿天父上帝用你做耶稣基督的批，互你的亲人，互你的厝边，互你的丈夫，互你的太太，互你的囡仔，读到上帝祝福。主甲咱三个地带，圣神就是做这个工的神，圣神本身就是故事的编造者、编剧者。圣神将上帝的心意刻条伫咱的心内。当上帝的话写伫咱的心内，这个话画出来，圣经的字画出来，伊成做什么？成做咱的心思意念、心思意念，成做咱的主张，成做咱的价值观念。兄弟姊妹，爱认真心中读圣经，爱将这个圣经上帝白纸黑字的话读入心，成做你的观念。毋是逐种的主张拢是对，用上帝的话来应验咱心内的主张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听到真道，道理人人听，道理人人讲，但是咱咧讲的道理，无一定是圣经的道理。咱做基督徒有洗礼，但是无保证你一定活伫真理的顶端。独独只有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承认家己讲：主啊，我犹原还阁生活伫混沌、雾雾无明、见笑黑暗的中间。这种的人才会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你的话成做生命的光进入我的心内。独独这种的祈祷，求清洁的心，求正直的心，这种的人伊的生命才会通，互上帝圣神的画面活伫伊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的圣神讨，毋是我有能力，乃是上帝你要赏赐我能力。毋是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乃是因为耶稣踮伫我的内面，我自然而然就有能力有画面，画出基督徒的画面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礼拜，下愿，甲上帝讨讲：主，我要将你的话画出来，我要将你的话画出来，画伫我的生活中间。这叫做活出美好，这叫做道成肉身。兄弟姊妹，为了耶稣活出美好，好唔好？咱来做伙建立一间只有荣耀上帝，互主伫咱的生命中间掌管的教会，好唔好？
往嘛，咱的教会对今仔日开始，无德堂人看轻，无电中人看轻，无溪州人看轻，无二林人看轻，无全台湾的人看轻。反倒同人讲，伫21世纪的这个时代，独只有教会讲真实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伫地，这就是新约的教会。咱的教会应该真做道成肉体的教会。咱的地捌讲，教会甲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写予这个世界一张被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真做一张被，写予得堂人。若有朋友来到咱教会访问，常常因会甲我讲：“哦，得堂足侪庙。”我讲毋是干那得堂足侪庙，全台湾逐所在嘛足侪庙。兄弟姊妹，虽然教会真少，但是愿小小的教会，互上帝阳光直直看见。咱是新约的教会，今仔日的圣经哥林多后书3章第6节，伊讲。你要真做有能力、能承担的执事，你要真做有能力的上帝新约的奴仆。接受这个字叫做 deacon， 英语改翻做 deacon， 伊希腊语叫做 deacon， 伊的意思就是，伫人咧食饭的时，咧烹菜、咧服侍，迄种的 waitress。基督徒就是新约的奴仆，上帝要将伊的话，甲伊所出的菜色，将伊福音的颜色交代咱，恁捧出去，互人得到白白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主甲咱三个伫地，新约的教会必须要是圣神的教会，基督徒必须要是一个圣神的子子。基督徒需要有上帝的神、圣神点伫你的生命的内底，你才会有喜乐，你才有能力，你才有自然而然的温柔甲三听，你才会有迄种的牺牲甲慷慨。基督徒需要耶稣基督，伊迄种的听点伫咱的内底。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圣神祷告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帮助我。牧师是阮的教会的讲道者，但是阮得堂教会，我要用我的生活来印证上帝你圣经所讲的话。主祝福你，你若愿意安尼做，上帝互你真做一个荣耀上帝的基督徒。看无家己，独只有我的上帝，互人看见。我就欢喜啊！圣经讲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却给家己取奴仆的形象，独互上帝居首位，互上帝坐伫上重要的地位。既然我所做，独只有荣光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齐将这个欢喜献予咱的上帝。咱伫主的面前做一个祈祷讲。主啊，求你互我生命这张被内底，有你爱是永不止息的爱。无论我会当做什么，如果我的动机若毋是出于听，主啊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无论分糖啊，互我无论是唱诗歌，互我无论是分邀请卡，主互我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我的动机。毋是互教会人拄济，是互人得到上帝你的祝福，享受你的听。兄弟姊妹，这间教会毋免人足济，但这间教会需要有真正的基督徒。上帝教会并毋是看人数济少，上帝所需要的教会就是三条的教会。也这恁同意吗？对咱家己开始，每一个人对咱家己开始。
我虽然会当讲道，明白各种的奥妙，有真深沉的知识，有完全的信仰，但是我的生命若无听，这拢是空的。主就互你先享受上帝，互你享受上帝听，直到你一生的落尾。愿主耶稣基督长看关心的听，通过你拍开心门的接纳，主耶稣互你成做一个听的记号，一生享受上帝听爱的拥抱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，阮袂当独独只有靠听讲道来活。主耶稣，阮实实在在需要你会听会充满，互阮真正知影，你毋是活伫2000年前，你今仔日嘛活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主耶稣，阮袂当独独只有靠听讲道来活，阮需要上帝你的圣神活伫阮的生命中间。至圣的圣神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为着我的兄弟姊妹来祝福甲祈祷。愿你对天降临，今日对每一个讲阿门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你运行充满，超出所求所想。我安尼恳求，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